这新版本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印1100万本，按算明年1月初5进前分到980多万户。也那这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鹏强调，真侪国家拢发明防守制，台湾是含国际经验相接，也展现自我防卫决心。希望在咧天灾地变发生危机的时阵，爱安怎应对，拢会当知影，也会当协助别人。 你跟我退掉哈，好，得下。一个确认民众的信心有收到上新版的干嘛册，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环到台北树林视察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发放的状况，目前印1100万本，按算分4梯，在明年1月初5进前普发到全国980多万户。阮囝因看，一直甲咱讲，安尼尔，嘿，咱也毋捌记啊，这本对阮真好啊，因若我有照这本安尼咧访问出来咧做，安尼是足好的。册内面宣导任何讲到国家战败，还是宣布投降的，拢是假信息。互南亚政发言人李明玄批评，媒体人谢汉兵是发文讲，加侪本指引拢放等伫废纸箱仔内面。林飞环强调，加侪国家拢有发放民防手册，台湾是接国际经验，嘛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不外乎就是希望全民都能够有充分的资讯，知道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不管是天灾。 地变，那我们要如何去保护自己？那协助身旁的彼此。民众如果没有收到，或者说收到的过程里面发现有破损，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状况的话，也随时欢迎跟内政部或者是跟当地的公所甚至派出所来反映。这摆印制费用是4279万，是用第2预备金的方式来支应。洪志基讲是咧闪立法院的备查。林飞环表示，主要希望民众会当较紧掌握相关安全资讯。另外，未来指引更新的频率会搁看情形来调整。等在加强社会润成的时阵，中科院嘛规划要搁试射飞弹。 根据农业部渔业署公告的射击通报，中科院要伫11月27、28和12月初4、初5，伫东南部海空域做火炮的试射。较特别的是，较早射击的高度拢会标记无限悬，但这摆载明是10万尺，差不多是30多公里。低于无限高这种10万尺的这种状况的话，应该是一些有限制的武器系统在做特别的测试也就是说，应该不太会是。 我们讲中长人以上的飞弹的系统。专家指出，中科院研发的天宫4型防空飞弹，具团炸的高度会当到70公里。研发这摆可能是测试中程飞弹，也是其他的新型大种。记者综合报道。